伫今仔日暗时呢，是出现今年来上届大粒的超级月娘。不过有真侪民众就在质疑讲，这款的新闻不时拢会出现，到底倒一届才是真的？这天文馆就表示讲，一年会出现13届满月、2届超级月娘，这届超级月娘呢，确实是今年上届大的。 天文馆人员无用咧整理千里行，这是为着要迎接拜四暗时7:26，台湾特别出现今年上大粒的超级月娘。不过真侪民众就感觉这种月娘上大上光的资讯不时拢有，互因母甲母煞煞，唔知倒一届才是台湾上大的月娘。这一阵子好像有听过。 偶尔就会有说，哎，好像今天是最大的月亮，所以有可能今天是最大，可是也有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大，我不知道。是类似这种超大月亮的讯息，可是不确定是哪一个是真的是最大的。面对民众的疑问，天文馆表示会直接看到这款资讯，是因为台湾伫逐冬拢会有13届的满月，其中这13届的满月当中会有2届是超级月娘，顶届是中秋节，啊，搁来就是这届拜四暗时7:26，而且这届的超级月娘会比中秋节迄届搁较大。一年当中呢，我们也会有一次，一定是全年里面最大的那一次满月，也会有一次是全年里面最小的那一次满月，所以最大满月跟最小满月一年就只会有一次。可是整年度里面呢，你可能会常常听到说，又有超级满月发生啊，那可能就会有听到2到3次左右。也若倒位上适合看月娘，气象署表示，北部、东半部水气济，云嘛较高，要看月娘就要让云芳来看。不过中南部云就较少，较有机会会当完整看到今年上大粒的超级月娘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